嘛天气这热，真侪人伫咧厝内拢会开冷气。不过经济部长郭智慧接受节目专访的时讲就讲，即嘛电费钱伤过俗，所以讲大家较有浪费电。嘛讲沙粒坪这个空间斗2台冷气就好，这个讲法引起讨论。针对这点，经济部有澄清表示讲，部长意思是无人的所在都唔通开冷气，会使透过呢这个冷空气啊热空气隔开方式呢，表示讲安尼会当省电。 真侪人一到厝就是随开冷气，毕竟日头赤炎炎，各地高温拢真惊人。不过4月电费开始起，热天的电费是搁较悬，未少人对开销拢真有感觉。外界的担心我想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 我们目前的准备都是够的。不过经济部长郭智慧上节目的时阵讲，电费唔是愈俗愈好，那想俗大家就靠到了电。佮讲30平的空间建议斗2台冷气就好，有3个房间加一个灶卡就斗4台，其实是无必要。我觉得不够因为就像我们家客厅蛮大，然后客厅1台冷气，如果离客厅远一点的话，就吹不到冷气，就觉得很热。你客厅不可能没有用冷气啊。 所以基本上可能30平的话，可能大概要4台。你平均过来算的话，对啊，太热了吧？这个天然气用2台。部分的民众是无认同，经济部嘛驳回部长对电费的评论是要强调继续的设计要考虑到省电，若是电费伤低，恐惊影响到用电需求的管理。对装冷气的看法是家己个人的经验，伊认为无人的所在唔免斗冷气，会当隔绝无共温度的空气来维持舒适。若是服务业者的经营会当考虑到省电，嘛会当来省成本。比较开阔的地方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冷气嘛。 那有一些呢是比较在拥挤的地方，那都市里头比较拥挤的地方，通风不好，那就有它的困难度。学者嘛认为，电费若伤低，民众就会减一个省电的动机。嘛建议民众开冷气的时，同时嘛爱开电风，会当有更较好的效率。或者是用便冰冷气，嘛会比一般的冷气更较有效。经济部长提出的冷气合温，嘛意外和大家讨论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